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2周年纪念日，130天，等这天等了很久了。每年纪念日我们都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今年也要哦，这双手不会再空了。出发吧！冲啊！你停这儿干嘛？还没到啊？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个东西啊？等我。拿什么？干嘛去？那么久都不回来？